今仔日咧，这两天有真侪郭文哲的支持者拢围伫咧北检头前，话讲爱司法证据。这郭文哲太太陈佩琪昨暝南下来到现场，讲绝对相信因翁的清白。金华城案件证人郭文哲的看守陈佩琪8日暗出现伫北检，向郭文哲的支持者话话，定证媒体所报道的讲，因有大量不明财产是无影的。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都是清清楚楚、干干净净、明明白白来的，而且这些来源我昨天都有跟检方清楚的交代过。我绝对会支持我的先生捍卫他自己的清白，那我绝对会相信他，会跟他奋战到底。华高号表达诉求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支持者8日伫北检大门集合，夜牌写着“相信清白，可比加油”。有一寡支持者是自透早就守伫咧北检的现场，因也话话希望司法程序要有正义。如果阿北有错，那我们一样也会不支持他，但是我们相信他是清白的。我们大家都是自发性自己来的。民众党立委吴国昌、秘书长周有修等人也到北检外口声援郭文哲，并且向到场支持的小草行礼感谢。民众党中共组织部也伫8日暗发文，号召小草县伫今仔日早起10点最近来台北地检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